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澳洲迄位音乐家为着武汉肺炎，2月底3月初有来台湾表演。伊伫台湾的期间，文化大学有9个音乐系老师有甲伊间接来接触，即摆拢咧自主健康管理。文化大学嘛甲防疫有甲相关的残疾，甲这老师相关的课程停课14天，音乐系教室嘛大消毒。这位音乐家嘛来发表着声明，讲伊当初伫台湾，不管是伫酒店的公共空间，或者是坐客停车，拢有挂喙罨。但是，咱的疫情指挥中心调这个监视器，看到这位音乐家根本都无挂喙罨。2间音乐教室做彻底消毒，因为有一个伫遮上过课音乐系老师，捌甲澳洲音乐家布莱特·迪恩有间接的接触，校方唔敢大意，就惊讲有感染的顾虑。这位老师是因为他跟有直接接触澳洲的这个音乐家的人接触到，所以他是等于是间接接触者，就是让大家更安心的考量，我们把它拉高，成绩拉高，所以我们用停课的方式来做。澳洲音乐家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，讲因为武汉肺炎的风险，甲这个疾病感染的无确定性，伫酒店、公共区域、机停车等等无通风场景中，拢有挂喙罨。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看到的监视器画面是安尼，在录影带看到的地方都没有带。公共区域拢有倒监视器，嘛会使调监视录影的画面。相反讲法，查认这澳洲音乐家出门敢有挂喙罨，即马民众嘛无傻傻。